歡迎收睇東夫直認。農曆新年嘅公眾假期去到今日正式結束啦。嗱，睇翻過去3日嘅出入境數字啊，每日都有數十萬港人嚟港。唉，睇嚟政府想港人留港消費，仲要落翻多啲功夫噃。佔美港人唔好咁講，確實去外地旅行又真係好大吸引力嘅。就連北上到內地都有各種玩樂配套，除咗飲食，就連高卡車、室內滑雪都有得玩。面對港人生活壓力大，俾着我都會選擇北上放鬆下。作為香港人同打工仔嘅我咧，都好明白大家嘅感受。我真係羨慕豪哥有假放去旅行啫。不過咧，Ali 唔好話我唔提你啦。滑雪呢啲高風險活動，東夫以前都有報道過。有咩潛在伏位要注意？你記得要做出安全措施啊！你放心啦，我當然有留意啦。針對近年越嚟越多港人北上初嘗及體驗滑雪運動，東夫都做咗集專題，揾嚟專家講講滑雪之前有咩要注意。另外又有保險界人士提醒，萬一發生意外，要點樣做先 claim 到保險呢？咁筍嘅事，你依家先講，等我提前學下嘢。咁事不宜遲啦，立即東夫。各界即應。受內地冰雪運動嘅熱潮影響，越嚟越多港人北上去室內雪場體驗雪道中滑行嘅快感。不過喺今年2月冬季奧運會當中，連美國職業滑手都不幸發生意外，導致左腿脛骨骨折，連職業選手都有機會受傷，更何況普通人呢？喺香港，亦都有模仿真雪場嘅場地，俾初學者體驗滑雪嘅樂趣。受歡迎程度或者接受程度越嚟越高啦，因為以前可能覺得滑雪係好遙遠嘅事，咁而家多咗好多選擇啦。內地又有室內滑雪場，都有好多攻略啦，甚至乎要去日本啊或者歐洲滑雪咧，都唔使跟旅行團啊，自己都 book 到啊。雪山唔會話哦，你冇牌我就唔俾你去玩，但係如果你連最基本嘅安全知識或者點樣停喺一個適當嘅短時間內可以做到轉彎同停嘅動作咧，係唔建議大家上一啲好高嘅山去滑嘅。第一次接觸滑雪咧，最好就係請教練啦。咁就算已經滑咗一段時間咧，每一次出去滑雪咧都建議結伴同行，有個朋友照應點都好啲嘅。咁另外，如果租用滑雪裝備嘅時候咧，攞裝備嘅時候都可以檢查下一啲零部件係咪實淨啦，因為始終都係二手嘅，經常日日使用咧，可能有啲零部件已經老化，扣得唔穩陣咧，都會提高受傷嘅機率嘅。喺舊年10月，就有港人喺深圳嘅室內雪場發生意外，導致膝頭哥縫咗12針。新手喺室內滑雪之前，有咩基本知識係需要提前知道呢？雪層嘅厚度的確會影響個滑雪體驗嘅，無論係室內滑雪場啦，或者係真實嘅雪山咧，唔同嘅天氣或者個滑雪道嘅使用情況，都會令到嗰條路會有厚薄唔均勻嘅情況。如果冇足夠嘅判斷力咧，係睇唔清嗰條路，即係有個坑你都會跌咗落去。一定要帶保護裝備，咁最基本嘅頭盔啦、護膝啦、護臀啦。咁呢個係令到我哋可以降低跌低嘅時候受傷嘅情況。Ski 啦，雙板對於雙腳嘅協調能力要求比較高嘅。咁單板就兩隻腳綁埋一齊。咁有啲初學者咧覺得難啲，因為唔習慣喐唔到隻腳。如果係小朋友咧，我會建議6、7歲左右先至接觸單板，因為對於肌耐力嘅要求比較高啲。咁到着雪鞋咧，呢個係單板嘅雪鞋啦。咁呢個係波啊，我哋通常扭開佢先啦。咁一般滑雪場租到嘅鞋都係呢一種波鞋，我係拉到佢最鬆先，入邊有魔術貼啊，各樣嘢全部整到佢最鬆。試鞋嘅時候咧，我哋盡量令到腳踭坐到去最低啦，前面嘅腳趾尖咧係啱啱掂到個鞋尖就 OK 啦。同我哋平時買鞋着出街鞋咧係有啲唔同嘅，對鞋越貼隻腳咧，對我哋隻腳嘅保護同埋操控性係最好嘅。咁好啦，着咗落去之後咧，會有個魔術貼嘅，呢個位咧都好關鍵嘅喎。推落去之後咧，
貼近腳腕，成個着鞋嘅流程就係令到成對鞋係包住隻腳嘅，咁好讓我哋每一個細微嘅動作都可以改變到塊板嘅重量分佈，從而完成一個轉彎動作。呢個步驟咧唔好馬虎，因為你對鞋着歪咗唔合身嘅話咧，上到去雪山你係唔會有機會再修正佢嘅。除咗大細咧，闊窄都有分嘅喎。咁有啲我哋經常叫亞洲腳型，隻腳掌特別闊嘅，通常嗰啲型號咧會有個 W 嘅標記。咁如果腳掌比較闊嘅玩家咧，就留意翻選擇翻適合嘅型號啦。港人北上玩極限運動次數越嚟越頻密，有保險界人士表示，大部分旅遊保都係涵蓋高風險活動，不過提醒大家，如果要獲取保險賠償，一定要喺當地就醫。近期咧多咗香港人北上室內滑雪場滑雪啦，咁亦都係多咗人咧係購買全年嘅旅遊保險喎，因為好多時佢哋去都可能係1日或者2日就翻嚟噶啦，咁frequency亦都會比較密嘅，咁為免佢哋自己咧唔記得買旅遊保險咧，好多時佢哋都會買份全年嘅旅遊保險，咁一外出離開香港咧就有得保障啦。其實香港而家大部分嘅旅遊保險都會包埋滑雪依類型嘅危險性活動，而唔需要另外加錢再買嘅。不過如果見到一啲保費特別平嘅旅遊保險計劃咧，就真係要留意啦。咁可能真係唔包危險性活動，要另外俾錢買㗎。好多時客人咧喺外遊期間玩一啲高風險活動嘅時候，以為整親咧，以為好小事，就冇喺當地咧去睇醫生嘅。咁同埋再加上，如果佢冇喺當地睇醫生嘅話，翻嚟香港先睇咧，咁就保險就 claim 唔到噶啦。因為要當地嘅醫生去證明你呢個意外喺當地發生啊嘛。廣告翻嚟再同大家東夫直認急住周轉揾邊個？揾安信兄弟，你嘅緊急聯絡人。貸款一 call 即做，現金即到手，即 call 21112999，送新年大利是高達18000蚊。中局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東夫直認新年假期除咗有港人去旅行，自然都有大批內地遊客來港過年。好似年初2嘅煙花匯演就有超過36萬遊客及港人逼爆維港兩岸觀賞。不過喺普天同慶嘅背後都有各種亂象喎。雖然當局有封路措施，但唔係個個都聽你支笛嘅。有網民就喺社交平台上傳影片，分享尖沙咀廣東道嘅排隊盛況，見到一班遊客化身成為運動員，唔理封路排隊等候，就咁跨欄翻牆去隔離條路繼續向前行，完全無視前方負責守規矩嘅警員。不過阿 Sir 做嘢有邊使你教啊？就好似呢幾位網民留言講到，長官真係企喺度白鬥人工，前面成班警察喺度照過，一個字勁啊！呢個勁俾照過嘅人，至於警察相反意思，你明就明咯。遊客新年亂象，仲有呢一單煙花匯演完結之後，有網民就鋪文分享當日散場人流，估唔到見到有一家大細喺金鐘港鐵站踎地開台食飯，又話呢家人最少都坐咗30分鐘，職員過嚟見到都瞳孔地震，大叫呢度唔可以霹靂。樓主都無奈表示明白真係會肚餓，同埋旅行想慳啲，但認為港鐵站唔係你屋企，呢種行為並唔係文化差異，而係習慣同尊重，大家互相體諒下啦。不過有網民就唔太buy樓主嘅講法，留言指點體諒？邊個體諒香港人？我覺得開罰單俾佢哋先心安理得。另外就有人討論相入面嘅人未入閘，咁食嘢法又係唔係冇問題呢？不過點都好啦，又真係幾影響市容嘅。好啦，今集東夫即應時間差唔多啦，大家有咩申訴，記得致電我哋爆料熱線36003600，等我哋第一時間同大家東夫即應，拜拜。東夫即應即刻應，東夫即應我都有睇㗎，你哋快啲睇啦！東夫即應即刻應，大家咧要聽我講，即刻去睇。東夫即應即刻應。